嗱，一起步嘅時候咧，出得快少少咧，喺內檔嗰邊啊，騎士積啦，咁啊中間咧仲有啊呢滿山跑啊，同埋咧火鳥重生啊，紅衫白帽醒目德都唔執輸嘅啦喺前面嚟嘅，咁啊外檔埋緊嚟就集大成，然之後嘅馬啦，先見到咧喺內檔嗰邊就頂尖名校啦，黃衫尾二嘅名人小區啊，包緊尾暫時咧白衫紅帽嘅首發循規啦，好啦過第一次終點嘅時候咧，咁前面睇嚟滿山跑咧要帶頭冇幾難啊，暫時帶出嚟先啊，守住第位外碟上到嚟集大成嚟嘅，留喺內欄第三位醒目德喎啊，二碟第四就火鳥重生啦，咁跟住嗰陣嘅馬咧內檔數出嚟騎士積啦，中間啊頂尖名校啦，走出去三碟啊名人小區啊，包緊尾咧首發循規嚟嘅，好啦轉到對面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邊咧滿山跑暫時係帶出咗3/4個馬位啊，守住第位外檔埋到嚟就集大成喎，貼欄第三就醒目德啦，二碟喺佢隔離就火鳥重生嘅，個零馬位之後咧就頂尖名校上咗少少啦，內側咧白衫啊騎士積啊，跟住佢喺外檔上嗰啲係名人小區，咁暫時包緊尾單丁一匹咧首發循規嚟嘅，好啦跑到對面直路中間嘅時候啦，前面滿山跑咧走得幾順喎，半個馬位嘅優勢領先住先，守住第位係集大成嘅，貼欄第三仍然都係醒目德啦，二碟第四就火鳥重生，個零馬位之後啦，三匹馬仍然都係拍住㗎，內檔數出去騎士積中間二碟啊頂尖名校，三碟黃衫咧就名人小區嘅，包緊尾咧仲係首發循規，但係頭尾馬距離唔係好遠嘅啫，講緊都係6個馬位度啊，好啦開始轉彎啦，向住最後直路進發嘅時候啦，大家開始要騎咯啊，帶緊頭就係滿山跑嘅，咁集大成一路騎住跟住佢，咁內檔醒目德都騎啦，咁啊出邊外檔嗰隻火鳥重生嚟嘅，咁跟住個馬啦，頂尖名校幾輕鬆下喎，反而外側隻名人小區就側內㗎啦，上咗啲咧就首發循規，褪咗落尾就騎士積噃，入到嚟之後直路嘅時候，前面滿山跑咧，暫時仲帶住大半個馬位㗎，咁啊集大成咧跟嚟呢度都差唔多啦，出邊上緊嚟嘅馬火鳥重生啦，就醒目德咧要轉線啊，走翻埋內檔嘅，最後200米嘅時候咧，前面啲滿山跑咧仲有半個馬位優勢嘅，追翻上嚟啊集大成喎，咁啊出邊火鳥重生係攬嘅，咁前面滿山跑嚟到呢度差唔多啦，集大成追上嚟過佢喎，嗰張第一名集大成喎，滿山跑第二，火鳥重生第三，醒目德咧似乎意先真係爭啲啦，第四嘅啫。哦，爆冷啊！結果呢個集大成跟下就到喎嚇，冇乜轉個位置，前面嗰4隻。係啊，咁啊順序9號、6號、4號、3號嘅應該係。咁啊滿山跑都以為得㗎。其實佢都唔多㗎啦，不過你哋又唔似話過到佢。擋唔到。嗱，火鳥重生呢啲就係咯，即係一個速度嘅啫，就攬嘅啫。大家冇乜改變過位置。